今次終於幫大家揾到着數啦！不枉我天寒地凍嚟到山東啊，零下10度啊，帶你去見到個關鍵人物。走！嗱，你哋成日催我，你要幫手揾啲更靚更好嘅阿膠嚟食，食之寶啊你嚇！知道冬至過後你要多啲食阿膠。嗱，之前嗰款咧係用嘅黑雷皮做嘅，今次我哋全線升級啦，用上好嘅山東德州嘅小黑雷皮啊，佢嘅營養價值好好多㗎，熬膠提純嘅次數亦都係以往2倍咁多。以前一張雷皮可以熬4斤膠，家陣只能夠熬出2斤，純度更高，真係透如琥珀，溫潤如玉啊！張總好，樂哥，歡迎。嗱，呢一位咧就係上市公司山東東阿爸連同阿張總裁啊。張總，我知道這次您推出了這個新的古法阿膠，對，怎麼樣？奉無9天。我怎麼樣？樂哥，我們先不談價格啊，我覺得這款好阿膠呢，先送給那些懂得冬至後阿膠養生的家人們啊，而且呢，送什麼呢都不如送健康。說得太好啦嚇！嗱，咁就睇大家吸唔吸力啦。24號朝早10點鐘嚟我哋直播間啊！